新北市今仔日是增加到54个确诊的个案，市长侯友宜再去到安心旅馆去视察。疫情的期间，提供家友免费来住眠。记者甲问讲，高雄市长陈其迈炮轰文主公病院防疫有漏交，侯友宜并无正面来回应，是新北市的卫生局长讲尊重文主公病院的说明。 院强调一切遵照 SOP 进行，但被陈其迈市长批评匡列不确实。不过这套指引又是在陈其迈当行政院副院长的时候公布的，会不会觉得陈其迈的批评没有道理？有关于这个恩主公医院方面的问题，院方在昨天跟今天呢都已经有所回复了。谢谢。整件事情呢，在那一段时间其实是台湾疫情最严重的时候。 医院那时候都真的很辛苦，其实到现在也都一样。我们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医护同仁在第一线的付出。关于这件事情呢，其实院方呢已经有很详细的说明，那我们这边是尊重院方的说明。所以国泰公司在这一段时间很辛苦，筛检出来阴性以后，才能够除筛检的证明，到新北的国泰来拿通行证，快速通行。所以从今天的凌晨。 我们开始实施凭证进场，我们分了8组人力查核，也谢谢警察到现场来给我们维持秩序，所以人流非常的顺畅。不过进出的人数确实有减少了将近20%。那这里面今天的动线其实安排得非常的好，也没有影响所有的作业，也谢谢大家的配合。除了我们筛检完毕有3627人以外，最重要打疫苗。 所以打疫苗，2个市长同时施打，已经完成1210人。我们今天还是照常在施打当中，因为对街友的关怀，希望街友能够得到充分的照顾跟安置，所以我们启动了安置计划。不管是在新北，甚至从台北或是其他县市过来的街友们，我们把他安置到我们的安置中心，让他们能够 有一个安心的家，除了住宿以外，也能够提供3餐，更重要媒合就业，希望他们能够重新站起。所以这1个月来，我们新北市的这些街友要入住之前，我们也为了防疫，特别做好筛检。当初有筛出有2个阳性，那已经做好医疗机构的处理，那现在都已经痊愈了。所以新北市的对街友的照顾是1个月前就开始启动。 那在前1个礼拜，我们在针对机构的疫苗的施打上，就特别考量街友的一些身份，所以我们已经启动了这些街友的疫苗注射一段时间了。我们将近已经打了一半，我们的街友总共202人。那这202人未必都是在新北市设籍，但是为了照顾街友，新北市还是在前段时间就已经开始打疫苗，目前已经打到一半了。 大概在这几天时间就可以施打完毕。